向警告早，欢迎收看今日11月24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上新的消息来关心，宜兰伫昨昏有5间学校传出那亲像食物中毒，有学生囡仔营养午餐食煞，陆续传出吐、便白、走白，身体无爽快状况，计共有44个人送病院。宜兰县长林志妙有去病院了解学生囡仔状况，嘛已经要求主家的厂商爱停工。 病院内底有妈妈摕塑胶袋啊，擤囡仔吐出来物件。伫病院内面的这款学生，拢有畏畏惊惊、吐或者是流的情形。宜兰县有5间国中小，昨敢若是食物中毒，中昼12点半食到煞，一到2点就开始有学生无舒适。我们班就有一个，他是被送到健康中心，就想吐，然后后来就回家了。可能食到垃圾啦，食到垃圾的可能。 宜兰县教育处讲，学生人食的拢是团线工厂做的汤餐，内容有煎鱼、卤味、有机青菜加赤肉汤。医生讲，这么季节蹲在交替时阵，有可能是诺病毒感染。就是应该是某种食物中毒。那譬如说冬天的，当然是猜啦哈，就是冬天诺病毒等等的，这个是最有可能。那因为有跨几个学校嘛，就汇报几个学校，应该是共同，应该是那个供餐的单位，也都应该在那边。 为了要查清楚是毋是食物中毒，宜兰县卫生局派人去厂商供餐的厨房，一个学校的厨房起早采检。县长林志标也去病院了解学生的情形，也下令这间厂商随停止供餐，全面采检食材。为了学生的安全，即日开始这家厂商我们停止供餐。如果检验出以后呢，我们绝不宽待。 1直到23案，包括公正国小、公关国小、士兵国小、文化国中加劳动国中，总共有44位学生身体无爽快看医生，好佳在症状拢无严重，拢已经出院休困。因那营养午餐送验的结果，就要7天到14天才会出来。记者综合报道。 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咱继续受冷空气的影响，透早各地温度拢真低，上低温是出现伫嘉义甲新北，敢若13度半。咱来看云图，今日北部云会较高，中南部是好天到济云，东半部港管区局部地渐雨，各地早暗都较凉冷。今日的上低温透早是出现伫嘉义甲新北，敢若13度半。 日时的温度会比昨昏搁较悬淡薄啊，大约是22度至27度。那明仔载冷空气会减弱，温度会继续回升。也毋过受南边云系影响，水汽会变高，所以落雨的范围会扩大。北部、东半部有地渐雨，中部的山区、南部落雨机会嘛会加悬，所以乡亲明仔载出门爱会记得早雨满雨伞。 随邦经济部有甲大卖场参详，有说属价专区，也毋过物价也是继续咧起。最近经济部长王美花又甲永丰怡统一集团做伙开会，厂商有答应讲伫年底进前袂起价。另外，台酒即嘛答应讲因卖泡面抑个米酒，旧历过年进前嘛袂起价。 最近物价无稳定，17项重要民生物资 CPI 起的幅度是一直增加，部分菜色价数，亲像坎多大东啊，价数起1到2成，水果芭乐起上济，传统的菜单已经看无，因为伤过贵，只好卖进货。要较俗的5粒100块，毋过较细粒。卫生钱，这阿嬷太太讲，买菜干来用经较俗的来买。 芭乐比较贵，换别的水果就好了啊，不一定要吃贵的啊。什么东西都贵起来，涨10块以上。抑个这间早餐店疫情爆发了后，生意已经落2成，毋过包装纸、纸杯的价数变贵，只好反映成本，所有产品价数起5块。像这种杯子，它原本一箱大概1000出头，一箱已经1500多了，没有办法去吸收了，然后就是全部的东西都涨5块钱。 为底起价，经济部规划大卖场售卖专区，毋过物件起价也是挡袂牢。最近经济部长王美花甲制造业大厂永丰集团集团展开会，厂商表态支持价数平稳，承诺年底进前袂起价。各会请公平会调查最近是毋是有联合起价行为。我们也会就他有没有发现的相关的事实来做调查，跟厂商合作，稳定物价的部分，这是经济部做的事情。像米酒或者是民生啤酒等等都不会涨，委外代工的那泡面的部分，我们在年底前一定不会涨。
王美花表示，国际人气介绍起价都惊物价也对得起，强调下跌起价到12月，或者分析国际原油介绍最近落到80块美金以下。不过，通货膨胀年底进程依然压力，11月、12月消费者物价指数是不是破3%是重要指标。记者综合报道。物价起，人工贵，做营养午餐的业者学经营。业者即马是提出诉求，希望农委会会当调关政府对营养午餐的补助。疫情期间真无简单，度过学校停课的考验，最近物价起，各户团膳业者一直讲经营袂落啊。中华民国产业食品商业农业工会全国联合会指出，去年到今年，国产鸡肉起16%，猪肉起9%，你着菜色贵20块，纸箱仔、纸杯加4-5成，连猪工时薪拢调悬。目前用国产食材，也都是3周1 Q 才有补贴，业者无法度用较俗的进口食材来调节。民国103年到现在我们餐费就是都没有调整。那103年那时候的人事成本的最低薪资大概在19000，那现在又要调整成25000多，所以这光人事成本就逐年增加，真的会做不下去。业者无奈讲压力真大，油源会确保品质，也毋过会当有期菜色真歹有伤济变化。希望将来相关补贴会当像油价同款随时调整。农委会表示，需要想出较永久的机制来处理。契约订定的时候会有一些附加条款，当它物价。就是它的平均价格涨到某个程度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一个机制去处理，这样的话会比较永久啦。营养午餐要互囡仔食得饱、食得健康，也毋过餐费无反映真实成本。业者发苦，专家认为这个等到老问题，午餐真实成本无够透明。困境就在于说，没有人告诉我们家长说，到底真实的费用是多少？谁要告诉家长说，你应该要多付5块，还是多付10块？我自己觉得是中间那个机制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搞清楚。台湾是要学韩国，由中央地方政府合作附销，家长唔免付费，也是日本清楚的献出食材加人事等成本。那需要调整绩效，家长会当清楚。专家认为，除了互绩效透明，也应该规划出全国同款的调整机制，毕竟同款起5块，伫台北甲偏乡并唔是伫同一个标准上。记者综合报道。家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环保署推动机车旧换新的计划，每年上新的补助分做2款，头一款是旧车报废会当摕到2000块，咱全台湾大约有350万台下注价。第二款是旧车换掉买新的电动机车，安尼摕到的补助会更较侪，但个金额还未确定，后个月才会公布。来关心中国时报，财政部有甲地方政府开会，讨论要安怎打压差厝价，其中厝价波动较大的6都，也个新的县市，拢同意推出囤房税。厝税金毋是家己咧大，税金就较悬。53个县市会伫明年6月底进前完成扣税基础的评定，尤其37档拢无调整过的彰化，明年一定会调整。来关心自由时报，为着要互厝税的市场透明，台北市通过包租代管减税优惠自治条例，厝头家委托代管业者也是包租业者，而且这契约拍1年以上，就当减扣地价税，也有房屋税，每一间厝上济会当减1万块的税金。来关心台大病院有开发出新的对抗新型冠状病毒喷片仔的预防剂，伫动物实验效果袂歹，会当减少突破性的感染。另外，台大病院嘛有做出新型的检验试剂，每年会当开始做人体试验。那做一支或者是2支疫苗，等预防感染新冠肺炎。国内新冠疫苗第1支注射率超过7%，不过依然有2成外人连1支拢无注。为提悬做疫苗意愿，台大病院利用新的猎魔组织技术，研究开发新的喷鼻的新冠疫苗。除了产生 IgG 抗体以外，也产生因抗伫低呼吸道的 IgA 抗体，因有效对抗 Delta 病毒，减少突破性感染。连鸟鼠的试验初步得到验证是会使。这是喷鼻的呢，所以这个当然本身是有一些吸引力哈，因为第一个你不用打针嘛哈，第二个它会产生 IgA 哈，所以理论上它可以比较减少病毒的传播。
另外，体内中和抗体浓度代表对抗新冠肺炎的能力。啊，毋过测中和抗体都要做3级实验室，用换病毒做实验才能检测出来，过程是真麻烦。啊，毋过大研究团队根据 Delta 病毒株 RBD 甲人类 ACE2 设计出应测量目前流行的 Delta 变异株中和抗体ELISA套组，和中和抗体用真紧检测出来。将来我们说不定就可以不必每一次都进第3级实验室。就可以抽个血做ELISA就可以了。那这个在一般的实验室做，而且很快，又很方便，一天可以做几百个、几千个检体。研究团队强调，目前全球上市疫苗拢是针对原始武汉病毒株，啊，不过对变异株陆续出现，各国拢咧积极研发新的疫苗，希望减少突破性感染。但在这项新的研究发现，即马咧找找国内生技业者合作，希望明年顶半年有机会进入人体试验。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蔡乡亲咱做伙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5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517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7例，目前咱台湾加共16539例。中国病例有98000多例，日本是172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4800万例，印度超过3400万例，巴西是超过22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超过994万例，法国是超过761万例。为着要拼预防射注射率，以色列的自3开始替5岁至11岁的囡仔注预防射。那以色列的总理以9岁的慢囝嘛伫头一批注预防射的名单内底。5岁拉山尼知影囡仔日要注疫苗，会当帮助伊对抗新冠病毒，不过因为惊注射也是妈妈好。We are saving our lives and others' lives while getting the vaccination. 以色列23对全国5到11岁囡仔实施大规模注放射，做的是辉瑞 BNT， 前一天已经有几个城市先做。根据辉瑞对儿童临床实验的资料，保护率是90.7%。以色列人口940万，5到11岁囡仔120万。总理9岁细汉后生也伫咧镜头前做。נגמר. זה כאב? תגיד לילדים. זה ממש לא כאב. ולכן? רק נראה כואב, זה לא כאב. 以色列非营利健康维护组织马卡比的调查，5到11岁囡仔的父母有41%会互囡仔做，21%也未决定，38%无爱互囡仔做。There's no need to insert any chemicals to their bodies. She is very young, and I don't know if it was checked enough. 以色列6月时阵发生第4波疫情，一直到9月才稳定。不过最近2礼拜发现，基本传染数也扩大开始增加。在过去几天，逐天的确诊数也有增加，感染者有一半是11岁以下囡仔。专家认为，囡仔也注疫苗，才有机会达到群体免疫。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即阵欧洲的疫情搁压起来，奥地利已经宣布全国封锁。另外，有的国家为着要有关预防射注射率，限制无注预防射的民众因的行动自由。因为欧洲即摆疫情反复，美国嘛有修改旅游警示，德国、丹麦即摆拢互美国列作疫情高风险国家。公车顶悬车长要求民众提出注疫苗文件或者是目检疫的证明。那2种拢无，就被赶入车。在俄罗斯的达达斯坦共和国，就先实施这项新措施，上路第一天就500人袂当上车。中东欧疫情继续滚加，捷克确诊人数创疫情以来新高，政府推出禁令，限制无注疫苗人免进入餐厅、酒吧这公共场所，希望提高注射率。Máte plán pred Vianocami ísť do tvrdého lockdownu? Tak každý lockdown, či bude dnes, alebo o týždeň, bude trvať v prvom kole 3 týždne a potom sa uvidí. 剩一个月就是元旦假期，共款检疫人数一直升高的斯洛伐克，民众进出公共场所要提出证明，警方临检违规人就要罚钱。欧洲疫情严重，互各国中启限制措施。奥地利第4摆进入全国封锁，一直到12月13。另外，政府宣布为明年1月初1开始，强制所有大人爱做疫苗。不过，强硬手段引起民众反对的声音。
不满荷兰当局对部分地区实施3礼拜封锁，连续3暗时伫荷兰真济都市出现示威活动，甚至正做警民冲突，已经超过100人被警方抓去。Wat we afgelopen weekend gezien hebben, dat is puur geweld. Onder het mom van we zijn aan het demonstreren. Dit heeft niets met demonstreren te maken. 这段结束比利时访问回国几点钟，法国总理卡斯特克斯透过办公室表示，检测阳性确诊。不该接触的比利时总理德克鲁甲性命部长即卖也自主隔离，社民中也讲到总理的工作未暂停。另外，美国 CDC 也伫上新的旅游健康建议当中，将德国单位列为相关的第4级，提醒美国公民无做完整疫苗情形下，上好是莫去。公司新闻王碧文报道。来关心东欧的国家保加利亚，当地时间23透早发生一件严重的车祸，这是一台游览车向弄向河南，导火烧起来，造成车顶46个人死亡，车顶敢若7个人活落来。这台游览车是挂北马其顿的车牌，车顶大部分的乘客拢是北马其顿人，因是去土耳其伊斯坦堡游览了后要转去。发生车祸的时已经是咧半暝，所以乘客大部分拢在困。车顶有7个乘客跳车逃命，那其他的人是拢不幸休息。车祸的原因今麦也在调查。根据2019年的资料，保加利亚伫欧盟27个成员国内底是交通事故排第2悬的国家。美国威斯康辛州礼拜时发生一台轿车弄向也等在活动的人阵，造成5个人死亡，48个人受伤。虽讲美国已经排除这是恐怖攻击，也毋过这个39岁嫌犯有家庭暴力的前科，犯案进前嘛有牵涉一件家庭纠纷。大家得到游行队伍向前行时阵，一个红色的车对后壁向规定人冲过去。美国威斯康星州车弄人的事件，佫有新的画面传出。犯案的车自游行队伍倒边后壁驶到正紧向规定人冲过去，几20个人被弄到倒伫咧涂骹，嫌犯尾也被抓。警方公布伊的身份：39岁男性布鲁克斯。We have information that the suspect prior to the incident was involved in a domestic disturbance, which was just minutes prior. 警察迄当阵有去处理家庭纠纷，不过嫌犯已经离开现场，无久就出代志。纽约时报报道讲，布鲁克斯有家暴加毒品的前科，进前也捌开车弄因某，即嘛是家暴案保释中。这件代志伊该面对着5项以及谋杀罪指控。The subject was taken into custody a short distance from the scene, and we are confident he acted alone. 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 this is a terrorist incident. 这件枪弄事件造成至少5个人死亡，48人受伤。死者的年纪伫咧52到81岁之间。受伤的人内面包括囡仔，其中6个囡仔伫咧送病了，情形真危险。当地居民伫离岸办追悼会，几200人来参加，有真侪人是忍袂了咱做伙哭。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辑。美国总统拜登打造79岁生日，因为真是有岁啊，一般的人拢认为讲伊应该袂竞选连任，美国争取后一届总统。无哦，白宫的发言人是表示讲，拜登的身体真勇敢，伊有想要拼连任。另外，拜登嘛对外宣布讲，会继续提名共和党的鲍尔做联准会的主席。美国总统拜登22甲第一夫人吉尔去北卡州的美军布拉格堡基地，甲官兵提前强度感恩节，2人亲手替官兵递感恩节餐点。The thing that's amazing to me is how proud I am to be your commander-in-chief. 美国白宫发言人沙奇支持伫陪拜登去布拉格堡的空军1号顶悬接受访问的时阵证实，20才度过79岁生日的拜登，想要伫2024年竞选连任。拜登上台了后，支持率就一直真低，拢无超过50%。美军撤离阿富汗了后，互伊名声更较低。今年美国几个州该选州长，民主党成绩也无理想，加上上阵的时阵，都未少人烦恼伊身体状况，可能无法度支持这4年任期，甚至无法度竞选连任。拜登19做上任了后第一摆健康检查，显示伊走路硬只，而且疫情影响之下一直清拉喉。不过整体来讲，健康状况也成做总统。拜登想要竞选连任，也互伫白宫内斗风波当中副总统贺锦丽想要在2024年竞选美国第一位女总统的梦无法度完成。
另外，拜登日也正式宣布提名共和党籍的现任联准会主席鲍威尔继续做这职务，民主党籍59岁联准会理事布兰纳德担任副主席。为了两人的任命案拢会得到参议院通过。When our country was hemorrhaging jobs last year, and there was panic in our financial markets, Jay's steady and decisive leadership helped to stabilize markets and put our economy on track to a robust recovery. 另外，为阻挡一直起的能源价上，美国白宫可能上紧在23会宣布释出战备涂油。根据报道，拜登要考虑慢慢释出超过3500万桶，国际油价日子已经有小可下落。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加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欧洲疫情反复，欧洲药品管理局是表示会量早决定禁卖批准默沙东的口服药。来关心乌克兰甲俄罗斯边境的局势搁变紧张，传说两国拢在提悬军事战备。俄罗斯是加派兵力，那乌克兰是咧进行空中演习。来关心国际刑警组织即马正咧召开大会，荷兰的众议院昨昏有通过提案，支持咱台湾参加这个组织。镜头搁等下过来关心新北市新店发生枪杀案，死者是一个被加逼的城里人。警方追查嫌犯，发现伊犯案了后，随坐无人机逃亡去中国的厦门。若逃亡过程，伊换过几落输衫，拢安排好好。但警方目前已经有甲中国直接，希望对方协助追查嫌犯。穿阿拿连帽顶冠衫的查甫人，真紧走去银色轿车的接领乡公，是因为伊伫新北市新店涉嫌向姓何嘉美无业商开枪，连开4枪，造成对方相当不治。大家好。警方受理专案小组以车6人，陆续找到犯案工区，验过也是差一步。嫌犯逃走的路线真复杂，20世纪6点半左右到死者的徛家徘徊。警方大约8点协不开枪，嫌犯犯案了后，先开车到大卖场，将车单掉进行变装，佮换坐轻型车到这分两3时，第2摆变装，也将犯案的衫送予家友。后来，佮转坐轻型车到桃园机场，将作案用的枪支等伫航站关联络道路迄间中道，多坐航班出境到中国厦门。嫌犯已经走到对岸，新北警方也请刑事局两华区向中国国安机关联系，协助追缉引渡遣返。刑事局回应已经依流程通报中国协助，目前无派人前往。是什么时候出境的？为什么要被抓？最近几年，双方伫通缉犯请求遣返的请求达成率出现无对等，有专家就讲，最近几年因为政治等因素，两华关系降到冰点，也提出伫合作打击犯罪上更较有难度。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昨昏举行治安汇报，内政部长徐国勇是表示，未来警方在临检的时，若是发现车内有野球棍啊，也是一寡危险的物件，就会特别注记、点记做记号。严格嘛强调讲，这是针对有帮派、有恶道在背景的人，一般人若是要去运动，就袂妨注记。警政署嘛咧研究讲，除了要甲人注记，嘛会拍算甲物件注记。一警察入去便利商店签询，另外一个伫门口口警戒，桃园鼓山发生超商店员互人毒死，警方加强签询密度，店头也改用电视标本栓取代口头劝导。桃园市长陈文灿除了建议业者应该增加夜间认定，也请警方研究对策。希望这个刑事警察大队跟4大超商一起来讨论如何提升夜间工作的安全，只要有助于提升，那我们都会这个支持。除了超商命案，最近也连续发生的球棍暴力案件，内政部长徐国勇提出，未来警方临检若车内有球棍这危险的物件，会特别注记，增加协助力。不过也引起讨论。新北市长侯友宜认为，车内物件有不法的企图，都要进一步来处理。如果有不法的意图，尤其没有办法做合理的说明的时候，我们就要进一步再行处理。所以这都是我们警察在行政执行法里面有相关的规定。警政署已经研究11月底进行伫警用行动载具 M-Police 顶悬，除了人的注记，也要增加物件注记。警方未来临检的时阵，对保护暴力帮派组织登记路人，若查到车内有刀啊、球棍啊这危险的物件，会特别注记。未来应作为检察官强制处分、起诉甲法院判决量刑的参考。记者综合报道。
为特别对抗中国的威胁，咱国防部有提出海空战力提升采买特别条例，目前这条例已经伫立法院三读通过，一边特别预算上济2400亿，要采买8项各自军备。另外，国防部嘛有证实讲，有一只美国海军的驱逐舰米利24号，依照国际法通过台湾海峡。决议海空战力提升计划采购特别条例制定通过。海空战略提升计划采购特别条例23伫立法院三读通过，编列特别预算上限2400亿，规划伫2022到2026采购飞弹系统、防空系统甲高效能舰艇，建立长久自我防卫战略，应用中国武力威胁。保障国家安全，当然我们要加速加量我们的所有的防疫系统，同时要把整个军工产业带上来，提升国家的防疫能力。海军战略提升计划涉及8大军购，包括反地发南飞弹系统、野战加陆基防空系统、无人攻击载具系统、慢舰加雄升飞弹系统、海军高效能舰艇加海巡舰艇加装战时武器系统等。也毋过在野党即期，中科院已经行政法定化，无法度用政府采购法监督。只要交给中科院以后，发包给民间，立法院就无法监督。本党团从今天开始，暂时不跟民进党做任何的协商。台海情势继续紧张，国防部证实美国军舰23由南向北经过台湾海峡。路透社报道是美国海军勃克级驱逐舰米利20号以国际法伫台湾海峡例行过境，期间攻击也一直扰台。前国防部长蔡明宪提出建言，台湾应该积极争取参加明年泛太平洋联合军演，佮邀请美伫俄丁国参加明年汉光联合军演。透过汉光演习呢，可以由美国、日本、台湾呢共同成立一个危机的联合处理小组，来共同面对中共解放军在台海或台海的上空的这样的一个文攻武吓。蔡明宪也建议落实征兵甲募兵并行政策，军事训练役为目前的4个月延长到1年，以强化越南实战经验甲全面防卫能力。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屏东牡丹乡的旭海部落，居民已经同意讲会使伫遐设咱台湾头一座地基科学研究的太空火箭发射场。不过乡亲嘛要求讲，科技部若准发现讲对当地对乡亲有影响，就要随动点，而且嘛有加条件讲袂使照国军使用。不赞成1票。工作人员一张抢票，另外一边无用伫登记票数，这张投票会决定旭海村干美式火箭发射场。有85票赞成，我们在那个地方呢可以进行短期科研太空火箭的一个发射作业。科技部准备伫屏东旭海设第2科研太空火箭发射场，挖伫中科院久平基地。面积9700平方公尺，是国有海岸林地，会互生态、交通、阳明等大学做太空火箭的发射研究。因为土地伫原住民的部落内底，照原住民基本法，22号暗时旭海村民开会讨论，有条件同意嘛提出但书，要求若影响到居民，会使随时停止，而且绝对袂使借互国防部应份使用。科技部跟居民站在一起，不要给国军用就好了嘛。是。其实科技部选的第生态2019年稻麦组来发射火箭，即马科技部接手相关研究已经真久的生态认为，申请可能会较复杂，但会使确保定数更加完整。火箭的资料啊，还有一些漏点啊、预测啊等等这些，然后他会去做审查的工作。这个会比较合法化。设火箭发射场对台湾太空发展真重要，但这个场域但有开放学术单位申请，这嘛代表去年捌伫台东发射火箭失败，引起用地争议的振兴太空科技，第一时间来恐惊，但会使继续伫国外找发射的地点。记者陈焕武、柯正俊屏东报道。宜兰的清水地热电厂最近摕到执照，这嘛是咱国内30档来头一张地热电厂的电业执照。伫昨昏举行启用典礼，6点钟平均的发电量配合台电的电力系统，会使提供予1万户的小家庭使用。白色烟慢慢沁悬，这个所在是宜兰清水地热电厂。最近因得到国内30年来头一张地热电厂电业执照，开始商转。这是全国第一座的地热发电，对于我们的能源呢，我们呢继续的发扬光大，而且呢对于这个产业的转型，能源能够呢在一个不污染，而且呢非常自然的、很天然的
这个能源的发电。清水地热电厂投资金额超过7亿，初期设置4.2万瓦基础，后续会阁增加。目前预估大概会当发电6万度，运作方式就是为涂骹1.2至2.1公里抽出烧水，经过光线将水甲烧气输送到发电机组，取热能来发电。烧水用完了后，拍等于涂骹，过程无碳排，差不多无污染。不仅仅是台湾再生能源发展的关键的一步啊，也是台湾迈向2050碳中和非常重要的一环。联合国气候峰会拄啊结束，其中再生能源是全球关心的焦点。副总统赖清德出席清水地热电厂启动仪式，认为这是台湾再生能源发电的关键，也希望未来会当伫净零排放的目标，为台湾提供更加助力。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镜头来分林。分林高溪遮有一个英国出产槟榔的庄头，即马遮的槟榔树同款的落槟榔，因为无人咧收，无人咧捡，颠倒变粪扫。在地少年家甲分科大学生囡仔，即马是甲槟榔摕来加工，捡起来做炭，品质袂歹。一般槟榔拢是摕来煲，你可能无料想到槟榔阁会使加工做土炭，而且温度有小，通摕来泡茶，伫室内烧也真安全。好啉，好啉哦。啊，我是较安尼啉茶啦，啊，毋过有香，有香，也袂伤烧，也袂伤冷。有啊。长辈年纪大了，他已经没有能力再去做采收。那我们就想说，这个掉在地板上的槟榔，有没有办法再做另外一种价值的转换？我们结合云科大华安系下去做这个产品槟榔炭的开发。云林高溪桂林村以早出产槟榔，即马搁咧种槟榔的人，多数是时代，有当地无体力通采收，槟榔就落去涂骹，实在真拍算。时间一久，搁变做粪扫，破坏环境。在地青年就和云林科大学生合作，将槟榔的籽重新利用，加工做槟榔炭。这种炭亲像咱平常时的空气，无臭味，也较袂造成污染。那我们的槟榔炭做出来的话是比较高品质的，那燃烧出来的话没有特别的比较多的灰尘或是比较多的有害空气出来。即马团队也继续办活动，教时代做槟榔炭，提升槟榔的价值，也通甲变做粪扫的槟榔拼咧，真正是一兼二顾。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德山的中山国小伫顶年有开越南话课程，后来因为新课纲的关系，政府有赞助经费，所以即马嘛有印尼话课程。毋但互学生囡仔甲家长会当互相交流，嘛互学校国际化。学生囡仔专注咧念课文，详细甲听，因念的毋是英语，是印尼话。这是南投德山的真山国小为了后来新住民的囝儿实习所开设的印尼话课程。一开始我很不想学，因为在家很少用印尼语讲话。我学的时候会有一些比较听得懂。印尼话吼，头一届袂晓，啊来就教个2届、3届，伊就会晓讲，会晓写。后摆老母不识甲伊教个对话，就安尼哈，则伊才有法度会较紧晓。真山国小自106学年度开始试办1礼拜2摆的越南话辅导课，毋但有互动课程，老师嘛会分享越南的文化，成效阁袂歹。后来也受到教育部的经费支持，阁再开设印尼话的课程。学校里面有大约16%的外籍妈妈的家庭，特别先开设了越南语。教育部呢，也在最近的这几年也给予呢适当的经费，所以我们呢也开设了印尼语的课程。上印尼语的话，如果去那边的话，那还可以跟他们沟通。我爸爸妈妈以前去过越南，妈妈想说让我学一下英文，以后去越南让我点餐。真山国小的新住民母语课程也吸引到想要学习外国语言的囡仔来参加，因自细汉就会当接触到开阔的国际文化，也让因的语言能力愈多元。记者综合报道。1923年起的嘉义闽乡大树野庙是嘉义县3级古迹。2010年3月份的时，厝顶因为地动害去，经过整修，伫这个月11月底要入伙安装。工作人员当咧无因最后的收尾工课，主殿内的新民嘛也搁对面的临时新宫闽乡大树野庙，因为地动损害有安全顾虑，去年荒庙整修。最主要是
这个多年来的地震啊，屋顶的损坏，所以我们这个大士里这边屋顶的这个整修啊，做了很多，包括防水啊，包括消防这些等等。民雄大水爷庙是嘉义县三级古迹，嘛是民雄地区真重要的信仰中心。这届征收除了加强结构的安全，嘛，互原庙内一寡表的，也阁有雕刻的色彩，甚至阁改善照明甲通风的问题。较早是拢用迄座椅棚，看甲很密闭吼，啊，所以通风不良。我怎啊拆掉这个座椅棚，妨碍这个视线啊，倒来就是迄个通风的问题。庙方表示，10多年来大水爷庙因为水气甲白下，造成壁倒必顺、牛条嘛海去。这届征收解决这个问题，除了来拜拜的民众更较安全，嘛互大水爷庙伫民雄的历史文化会当继续保存。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台湾念歌这项表演艺术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台湾念歌节办甲当嘛已经有8档，当年活动拢会邀请全台湾念歌团体同齐去表演。有传统的，嘛有创新的，要延续咱台湾念歌的生命力。今日哦，老店招老卡，阿母招阿爸，前骹对后骹，紧来听念歌的。对2014年开始举办的台湾念歌节，到今已经有8年历史。今年的台湾念歌节利用2个礼拜时啊，甲念歌之夜、南北大会师、拍拳头卖歌谣、新团之夜分做4天进行，邀请全台湾各地头念歌团体做伙参与。那有团唱乡村小调、台湾车鼓、柑仔咱古调，甚至甲台湾民谣重新编曲，丰富民谣的生命力。不管是传统的民谣，还是讲咱较日本时代的一寡台湾歌谣，其实拢足水足好听的。但是因为时代改变，我们要加入一些新的元素。啊，你看，阮的乐琴其实虽然伊是乐琴，但是阮的弹法是较创新的做法。真好，已经办足侪年啊！我当年拢有来看，啊，真热烈。我感觉咱这个传统艺术吼，咱大家要甲推广。无论是台北北投的台湾乐琴民谣节，或者是台中的台湾念歌节，这拢是民间的念歌团体自发性举办，希望透过公开活动，把念歌文化找倒转来。举办这个念歌节，互较侪人知影讲，台湾家己有家己的说唱艺术，叫做念歌。这念歌伫台湾300多年的历史，也嘛发展出真侪趣味的文化民俗，也一寡职业。拍拳头卖歌谣是安怎卖？啊，介绍这药啊，这拢一套一套有讲法，四句连一句一句咧讲。虽然台湾目前的念歌艺术已经无配合走江湖的卖药团体的表演，不过留落来历史痕迹，拢是台湾口传文学、传统音乐加口传艺术的特色，也透过政府单位甲说唱艺术来做无形文化资产，互念歌会当继续保存落去。人讲有缘千里来相会，也若无缘嘞，见面未交陪。11月27到28，台湾念歌节，欢迎恁大家啊！记者郑家豪台中报道。在文化新简介来关心，今年是咱台湾文化协会创立100档，蒋渭水文化基金会即阵伫大稻埕嘛有举办特展，嘛有打造100档前文化协会重要据点大安病院的模型，带乡亲咱做伙来去历史现场。咱这个模型哦，是以1923年8月啦，8月的迄个历史现场来甲做出来。模型呈现出大安病院迄阵的模样，除了顶仔骹刻满布纸，内底的架景、什么人物咧创什么，建筑物的建材等等，互参观的人对真侪角度看到当时的故事。譬如讲，渭水先生的看病跳港甲大医上有名一篇文章叫做《临床讲义》啦。看病以外吼，伊个咧看这个社会运动的这个报纸啦、杂志啦，免拢甲写文章啦，拢甲表现出来。蒋渭水基金会表示，模型经过长时间的考证制作，大安病院会使讲是结合病院、徛街、台湾民报总批发处，还个文化活动的据点。内底嘛以37个人物用红仔来展现历史。另外，渭水夜站2楼，即马嘛无记蒋渭水迄阵开的文化册局意象做地点。咱即摆来讲吼，伊即个叫做精神内科啦，就是讲
迄阵爱思想的启明啦吼。啊，迄边有一个国溪，国溪就是讲日本政府甲咱打压，啊，咱骨头拍断的阵颠倒用。用迄阵文化册局进口真侪社会运动甲思想的册来消解蒋渭水的一生，除了伊爸嘛伊国的志愿，相关资料、相片等等，互各界更较知影这位历史时期文化协会重要的人物是安怎来推展伊的思想。记者电话文学凯台北报道。为了要加强咱国内的社会安全，行政院3冬来有投入要70亿进行强化社会安全网的计划。卫福部今年提出第2期的规划，来增加精神疾病患者的服务人力也有据点。另外，健保伫明年嘛提供社童注射药物的补助来帮助患者。入内3军总病院即间日间照护病房，平常时9点到下晡3点，差不多有100多位精神疾病患者伫咧遮。伫咧个案管理师、医师甲社工等等专业人员的陪伴之下，做各种趣味的课、复健甲治疗。其实咱人本来就是会破病嘛，咱脑破病甲心脏破病，甲咱其实腰子破病拢共款一件代志，咱就来互因好好来治疗。根据卫福部上新心理卫生报告资料显示，去年全台湾需要定期访视的精神患者有125000多人，其中较严重的分1级甲2级的有35000多人。不过关怀访视员却无200人。过去预算有限啦，去年进前哦，阮迄社区关怀患者99个社会安全网第2期，阮都增加迄社区关怀员。差不多1000个，新卫社工嘛增加到420个。这几年发生袂少社会攻击事件，外界质疑政府讲要强化社会安全网拢是假。卫福部今年提出第2期计划，对象除了精神疾病患者、资本家庭暴力和性侵害者，即马佫加入精神疾病个案，也会加派关怀人员甲服务单位。另外，健保署也针对视觉失调医疗给付的方案，提供病院甲患者自长效检的奖励甲补助。今年开始宣布嘛所以明年就开始讲，政府讲你来讲，这个有需要患者就通开始用，开始用，这个患者若病情会当稳定落来，迄事件就愈来愈少。毋那医师提醒，为咗立委也呼吁卫福部就要即时修正精神卫生法，加强社区的支持系统，互民众毋免活伫咧惊吓中。记者民警郑派文台北报道。绿色公民行动联盟有公布世界核能产业现状的报告，环保团体是表示，这份报告对1992年就开始分析世界上核能的趋势。报告内底嘛指出讲，目前全世界用核能发电的比例愈来愈低，加上技术的进步，用再生能源发电的成本嘛咧降低，颠倒用核能发电的成本愈来愈贵。据理公投春播1个月，针对重新启动核事的议题，23环团提出世界核能产业现状报告中文版，指出1996年时核能发电占全球整体发电量17.5%，是上高峰。落尾是逐年下降到2010年已经剩10.1%，而且即卖有2/3的反应炉已经运转31档以上。很多的反应炉会是越盖越慢，目前施工中的这个53座机组，从施工以来的平均工期其实是长达了7年。而且当中有31座都发生工期延宕的状况，甚至有5座，这已经盖了超过10年。然后有2座是盖了这个超过36年，50年间新建的反应炉每8座就有1座遭到这个搁置或是放弃。学者表示，再生能源因为技术愈来愈进步，每度电的成本是愈来愈低。比拼之下，核能发电每度电的成本算是愈来愈高。中间有一些是政策管制的成本，那也很多是这种安全的成本，因为说原来我们的做的防护可能不是很足够，那需要在更精确的这种安全措施，那以至于这成本不断的叠加上去。环团表示，发生过核灾的日本虽然嘛重新启动核电，不过并无顺利。2020年日本核电的占比仅5%，比起2019年的7.5%，搁有核灾进前的30%是搁较低。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
新竹关西有一班竹米桥，是在地农民去山顶买种田拢会经过所在。这当前因为风台关系全害去，最近伫边仔阁有起一条新的铁桥，啊，毋过这新的桥一过桥就会碰到山壁，敢若剩下 AI 路通过尔。农民要做新的车根本就袂得过，公所是表示会先慢车使用，先变更设计。新的铁桥顶悬，毋但积水严重，边仔的护栏空芳。嘛大家互人了会惊，行伫桥顶爱特别细腻。更较含的是，行到对面竟然直接撞到山壁，无路通行。最窄的地方还不到1米，最窄的地方不到1米，这个车子要怎么样旋转呢？对，农民车也没办法走，连机车都没有办法走。你农产品要下来，连机车骑都没有办法骑。去年镇公所才开400万起一条新桥，取代7当前做风台海起的竹米桥。想袂到新桥起了伤过悬，农民平常时用的机具根本袂得过，就算人要过去，嘛得爱爬对下骹才有路。冬天的时候没有大宗的木材啦，就用大铁泥一直上。我们上面很宽呢，非常宽，起码有2.5米到3米。就是以前是种橘子啊，橘子那个姜啊，那个如果收成的话，成果丰富的话就 OK 了。问题现在就是路的问题，路桥不能过。这座桥是在地20多位农民到对面做田的唯一一条路。7当前桥长去了后，20多家的田园拢趴远。原本真期待新桥，却因为设计问题无法度用。镇公所表示，目前新桥会暂停使用，随后会搁进行变更设计。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咸咸的酱菜泡菜是韩国人生活中的美食，世界通人知。即马有业者嘛推出泡菜节，互消费者想要食的时会当先啉一杯。韩国人介意泡菜已经介意到这款程度啊！南韩的食品业者最近有一项新产品泡菜节。 이게 바로 백김치입니다. 빨갛지 않죠? 네, 이 백김치는 배추를 소금에 염장간 절여서 그 식물성 재료들만 가지고 잘 발효시킨 다음에 그걸 다시 갑니다. 갈아서 그것을 착즙한 다음에 이 건더기만 빼낸 것을 다시 또 숙성시킵니다. 그렇게 해서 만든 주스가 바로 백김치 주스입니다. 这杯白色的就是泡菜汁。研发的人因为常常出差，伫咧国外的时阵会思念故乡的食物，不过泡菜味正重，无适合随身炸，所以才会想出做泡菜汁。业者将泡菜汁装入去果汁包内面，吹舀的时阵就当倒再啉。虽然全世界大家拢知影韩国人真爱食泡菜，不过用啉的大家敢爱。 직접 한번 먹어보니까 진짜로 집에서 엄마가 해준 그 동치미 맛? 너무 익숙하고 맛있고 딱 고기 먹고 입가심으로 먹으면은 굉장히 시원할 것 같은 그런 느낌이었어요. 여기다가 뭐 사과도 좀 썰어놓고 무, 배추 이렇게 그냥 좀 썰어놓어서 금방 먹어도 아주 신선할 것 같은데? 굉장히? 아이고 주부들도 환영하겠어요 이거. 너무 괜찮아요. 啉过的人拢讲气味也袂歹，这项产品伫咧南韩已经开始卖，想要啉看泡菜汁是啥物滋味，伫南韩的便利商店就能买到。公司新闻是婉玲编辑。澳洲伫印度洋的领地亚旦岛，当年10月份至11月份雨季的时，拢会出现5000万只红毛蟹，对象拿刷去海边啊要生炭。 当地人会配合封路，嘛会减少出门，甚至阁替因做一板桥，帮助因顺利去海边。当年10月至11月份，当亚旦岛落雨季头一场大雨，有差不多5000万只红毛蟹都会规定拼出来。为平常时大下山林前往海边生炭，沿路的溪流、石头、车路，甚至民家，拢会当看到红叽叽的毛蟹，会当讲是动物界上界大的前线之一。今年红毛蟹数量更加是惊人。 This year's migration has just been absolutely epic. The roads have been a seething mass of red crabs. It's caused traffic jams on this small island and people having to get out of their cars and rake them out the way. 为了确保红毛蟹前线一路平安，亚旦岛国家公园当年拢会开几个月时间，设路障甲保护标志，封道路，民众原来自动减少出门，无要互人甲车干扰到因自然的节奏。
若是袂使封的车路，因就伫路的两边围一个35公分悬的围篱啊，互红毛虾会当引起特济的天桥，也是地道，互因会当安全过车路。今年红毛虾交配任务已经大概完成，港的毛虾陆续转去森林，母的就爱听候生卵了后，留伫河边等卵大粒。一定这个10月假期就会抱卵入海捕出。Each female crab will enter the water's edge, and she'll deposit approximately 100,000 eggs, which all hatch simultaneously when they enter the water, and then are at the mercy of the currents for 3 to 4 weeks before they return. 红毛虾是亚旦岛只有的陆蟹，年度大清耍这个盛况也吸引真侪观光客来这欣赏这个生态奇景。岛上居民也真珍惜甲保护这个自然资产。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道在今仔日水汽会减少，日时温度会小可回升。若明仔载冷空气会阁减弱，也阁水汽会增加。北部、东部、中南部的山区也阁恒春会有低渐雨。做伙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22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26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28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24度。外岛的温度是13度至23度。咱做伙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